各位觀眾大家好，姜濤首個個人細巡倫敦站已經圓滿成功，佢喺15號晚正式返抵香港啦。雖然坐咗10幾個鐘長途機，但姜濤喺機場特別通道出現嗰陣，一樣全身型爆造型，卡其色乾濕褸，星味十足。現場有好大班姜糖一早守候，尖叫聲由倫敦響到返香港啊！姜濤受訪嗰陣話，今次係佢第一次搞個人巡迴 show， 對佢嚟講絕對係一個重要嘅里程碑，亦都好感恩有呢次衝出香港嘅機會。阿姜傾兩句。傳媒第一時間就問佢會幫自己今次表現打幾多分，佢表現得好謙虛，話俾自己6至7分。佢解釋話，因為仲未有時間好仔細咁睇返成個演出嘅錄影片段，但佢強調自己已經盡咗力啦。其實大家睇見佢喺舞台上面玩得好放，成個人好有自信，狀態好好就可以啦，唔好俾咁大壓力自己。相信對姜糖嚟講，分數真係唔重要，最緊要係佢享受舞台，做開心舞台姜。呢份不斷要求進步，唔會自滿嘅態度，正正就係姜濤。後多少少姜唔該。姜同收晒，佢哋今日嘅 slogan。係。後多少少姜唔該。你條唔該。你嘅演唱會咧，第一站你自己俾自己幾多分啊？今次第一場。6、7分㗎嘛，係啊。我都未好仔細咁樣睇翻我成個 run down， 即係成個表演咁樣，所以都唔敢講話幾多分，都盡咗力㗎。去到倫敦開 show 嘅感覺點啊？係一個里程碑嚟嘅，自己嘅係咯，人生第一次自己一個巡迴演唱會係，亦都感恩有呢個機會，所以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可以同倫敦嘅朋友見面。除咗開 show，大家仲好關心佢喺倫敦有冇周圍去玩。姜濤透露今次有同工作人員去欣賞著名音樂劇《歌聲魅影》。佢形容今次係獲益良多，睇完人哋國際級嘅表演，對佢自己嘅舞台演出都有好大啟發。佢就算喺海外工作，都唔會錯過機會去觀摩同埋學習，就知佢對事業真係非常用心，無時無刻都喺度吸收緊新事物，一心想令自己進步，務求令自己更上一層樓，覺得姜濤真係好有上進心。好似有時間去食玩奶咁樣。都有少少時間嘅，係啊，跟工作人員出去啊嘛，尤其是睇咗Phantom 嗰個 musical， 我就即係都獲益良多。仲有時間同阿 Wyman 食咗餐飯。係，Wyman 老師係。傾到啲咩？有冇再傾合作嘅計劃啊？冇特別話傾咩，我都係攞咗自己嘅 album， 特登想親自送俾佢咁樣，跟住就。都會帶個盒月餅啊嘛。月餅。我話你個。係啊，冇錯係啊。係啊，就所以就下次希望可以再見到佢啦。你都山長水遠嘅喎，等。佢都係啊，都耐㗎，佢都過嚟我哋嗰個會場嗰度，即係都有啲遠。姜濤專登花2個鐘車程去同填詞人黃偉文食飯，傳媒就問佢哋有冇傾合作機會。姜濤就話今次只係送咗自己嘅唱片俾對方，希望下次可以再見面。雖然今次只係純粹敘舊，但睇得出姜濤為咗2年前巴黎嗰半餐飯咁有誠意去彌補返，就知佢份人真係好重情義。其實 Wyman 老師之前已經幫姜濤填過唔少詞，大家都好期待呢對老朋友之後會唔會再有新作品面世。
有位 fans 就好驚喜你揀咗《夏日傾情》嚟唱啦，點解有呢個選擇？點解？因為之前其實跑步嘅時候有聽過呢一首歌，跟住一直都好想唱呢一首歌，亦都好中意呢一首歌，係黎明前輩以前好出名嘅一首作品，所以就冇啊。我覺得大家聽完會開心就唱。我每一站都會有啲唔同嘅歌。會唔會都係黎明嘅歌單？呢個就未必係啦，係啊，我會盡量揀一啲唔同嘅 style 俾大家，喺每一站都有啲唔同嘅驚喜啊嘛。會唔會想來一個世紀嘅合作啊？哦，係咩？我有呢個機會就榮幸啦，好啊好啊，有機會就好啦，係。姜濤深情翻唱黎明前輩嘅《夏日傾情》，成為全城熱話。問到點解會揀呢首歌？原嚟係因為自己平時跑步成日聽，真係好鍾意呢首作品，加上覺得呢首歌好出名，大家聽完一定會好開心，所以就決定唱。佢仲加碼爆料，話世巡每一站都會準備唔同嘅驚喜歌曲。相信之後美加站同澳門站嘅粉絲都已經開始尖叫，期待佢會準備咩驚喜俾大家。唔知姜濤會唱咩歌呢？講起姜濤返港呢身造型，初頭好多人都以為呢件乾濕褸同出發去倫敦嗰陣係同一件，又係杏色帽配卡其色風褸。點知一班眼利嘅擁躉，好似福爾摩斯，一眼就睇出當中嘅秘密。原來呢件雖然都係乾濕褸，但長度同出發嗰件完全唔同。出發嗰件大約到膝頭位置，但返港呢件明顯係長版，長到去小腿。有網民就分析，呢套造型極大機會係品牌贊助，特登等佢海船回歸嗰陣換套新裝。不得不讚，英倫風真係好襯佢，將佢嗰份大將之風完全展現出嚟。呢啲咁細微嘅變化都俾粉絲留意到，真係證明大家對佢嘅關注有幾咁入微。啲 fans 都好似送咗好多信俾你啊！係攞晒佢哋嘅信嘅，係啊，希望冇留低佢哋任何一封，係咯，係，亦都好感恩本地嘅一啲 fans 咁支持我。係咪？你飛機成日都睇㗎？我總之一有時間我都會攞出嚟睇嘅，係啊，喺房啊、喺飛機啊，咩時間都會。講到對粉絲嘅心意，姜濤真係好有心。佢喺訪問入面爆料，話自己由倫敦酒店房到回程飛機嗰10幾個鐘，基本上都係喺度拆信同拆信。想像下喺萬里高空上面，佢逐封信慢慢睇，慢慢感受大家嘅支持。有糖糖就笑佢，好彩姜濤體力好，如果唔係拆咁多封信，真係會拆到手軟。不過大家佩服佢之餘，亦都好心痛呢位飛人，返港休息短短1個星期，又要馬不停蹄飛去美加巡演，真係希望佢呢個禮拜可以食好瞓好，補返夠體力先再衝過。嚟緊就要繼續準備哦，係啊，都翻嚟應該一個禮拜多少少嘅時間，我哋就要再起程去多倫多同埋美國咁樣，係。哦，thank you，哇，下排咁辛苦咁嘅。係啊，你補多個梳，你同 fans 補個梳啦，不如。喂，你哋個咪。訪問完，寵粉冠軍化身姜大仙，佢完全冇急住上車走人，而係特登行近粉絲區，親手接過一封信同埋收鮮花。最驚喜係佢仲要停低逐個簽名。現場姜糖睇見偶像行埋嚟，仲要有求必應，即刻陷入瘋狂狀態，全場大嗌姜濤我愛你。姜糖勁開心。
姜濤一邊簽名，一邊收信，仲好有禮貌咁揮手點頭。見佢雖然搭完長途機咁辛苦，但依然想同大家互動多一陣，最後仲揮晒手先至正式上車。呢份完全冇明星架子嘅表現，真係見證住佢同支持者之間嗰份咁深嘅連結。總結今次姜濤倫敦 show 凱旋回港，由訪問細節到機場互動，每一個畫面都令人感受到佢嘅真誠。無論係佢自評7分嘅謙虛，定係福爾摩斯姜糖發現嗰件長褸嘅秘密，都成為大家茶餘飯後嘅熱話。大家最鍾意今次邊個 moment？ 係佢喺飛機睇信，定係機場收花嗰幕？歡迎留言分享。下一站姜濤會繼續飛去多倫多同美國巡演，我哋一齊集氣祝佢演出成功。約定你下條片見，拜拜。